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23，诗篇106篇45节安尼讲：伊为着因想起伊的约，因为丰盛的主爱，回心转意。三角来祈祷，因为丰盛的主爱，回心转意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因为你的信实，所以伫阮的所行所做顶面，必须要照公义来审判。主啊！你阁是慈悲怜悯的天父，所以伫你的慈悲疼痛的下面，你要施落你的怜悯甲赦免。主啊，这款的恩典，是阮一世人无法度通报答的，愿就用懊恼甲感谢来回应你的疼。主啊，你过去因为甲以色列百姓立约，所以利用这个约来救赎以色列的百姓。今仔日，你也要甲阮立这个恩典的约，也要因为你丰盛的主爱，来对阮回心转意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